拜访完了世界第一巨人，我们继续踏上旅程。这次我们要辗转600公里，来到地中海沿岸去探索一座孤悬海外1000年的城堡。它的名字很特别，叫做少女城堡。为什么会在海外修建一座如此宏伟的建筑？它的名字又为何如此呆萌？在开始今天的探险以前，先听我们给你讲一个故事。大约在900年前，地中海沿岸出现了一个很强大的帝国。令人遗憾的是，国王无子嗣。多年后，他终于得偿所愿，王后为他生下了一个公主。公主长得非常美丽，周围王国的王公贵族都想娶她为妻。一天，神职人员受命来到皇宫，想为公主祈福。他看到公主后大惊失色，但任凭国王怎么询问，他都不肯回答。直到国王开始威胁他，神职人员才慌忙地说出看到的景象。公主会在未来的某天被毒蛇咬死，就连国王殿下您也无法阻止。国王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，当然非常重视，立刻举全国之力在离地中海最近的小岛修建城堡。城堡修建完成，公主被永久地关在了城堡里，从此不允许她踏足大陆半步。日子无聊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。某一天，公主吃葡萄吃腻了，宫女给她送来了其他水果。但果篮里突然窜出了一条蛇，公主终究没能逃脱宿命。国王很是伤心，于是城堡就此被遗弃。后来这里成了海盗们的巢穴，沧海桑田。900年后，我们来到了这片土地，一探究竟。刚刚我跟磊磊绕了一圈，我们发觉好像过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想办法去租条船过去，划过去。对，现在我们去租条船。我们可能要租这种船过去。哇塞，这个难度有点大哎。凯 go to Yeah. Vale. yeah. Okay. Yes, No yes, problem. yes, no problem. Okay. 你看到古堡探险，我们踩着鸭子船。我印象中的应该是我化妆成那个蛙人的样子。我们在逐渐滑过去，刺激啊，老铁！下船！我拉着船，我来了。好，拉着了。走。我们先沿着外围转一转，一会儿我们再进去看看里面有些什么东西。还能走吗？基本上不能了。对。其实我感觉公主住在这里哈，像坐牢一样。对啊，看着都是茫茫的大海。对啊，远离城市，然后远离家人。对，那你看这里还有地牢呢，我看看那下面有什么东西。地牢进不去。哦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地牢，没有什么东西。我们再上去看看。这到最顶上了，哇塞！你看这个路，哇，好窄哦，要撞到头啊！看来公主不怎么高啊。哇塞！哇哦！对啊，这是公主唯一的娱乐了吧？漂亮。看到了吧？哇！这里还有路可以上吗？有。这么黑啊！可这也太窄了吧！我觉得公主住在这里也太恼火了。现在我们上到城堡的塔楼了，最高处。你看，四周是这样的。我们再看一下窗外，窗外真的一览无余啊！给你们看看我怎么过，我只能这样，坐着过。我的天，头太低了，那个。这样似乎能看到全景呢。Let's go！ 哎，看到没有？
突然就到空中来啦，哈哈哈哈！然后我们再从上帝视角看看这座城堡，神不神奇？在经历了古堡探险之后，我们想抛下几个问题让大家讨论：公主能决定她的命运吗？如果可以，那她会顺从国王的命令吗？如果关在城堡可以逃过宿命，换作你会选择在城堡终老，还是体验世间的酸甜苦辣，然后死于非命？这好像是一座细思极恐的城堡。哎，等，忘报幕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是聊乔师，我们将用8年时间旅行100个国家，我们现在在土耳其，土耳其是我们旅行的第1个国家。哎呦，我这拿不住了，你看我这么真拿。多练公额头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又要从梅尔辛出发，坐800公里的大巴车，来到一个被遗弃了100年的希腊城镇，在那里到底我们又能遇到什么鬼故事呢？下期见。妈妈，我想下去。